来看这条刚发生真罕，这台北渔产运销公司毛峰做的这个玻璃拢回收厂，顶礼拜六发生公安事故。一个17岁姓叶的小女呢，无细力加入去加水机内面，当场死亡。所发现讲，这姓刘的负责人呢，无甲这死者投保这劳健保。啊，那台北市劳动局已经完成劳检了，已请这劳保局来裁罚。啊，那警方呢，也甲这负责人依照过失致死这案法定罪嫌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警消赶去事故的现场，台北网甲顶个月31发生严重公安的事故，一个17岁姓叶的查某囡仔，伫台北渔产运销公司外包经营的玻璃桶回收场咧做工课。迄天身体无爽快，先去互医生看，才去上班。想要到上班的时阵，煞加入去加喙的机器内底。消防员赶去现场，不过这个查某囡仔已经不幸死亡。据现场管理人员刘先生表示，该名员工服务资历约8个月，当日身体事有不适，中午看诊后，随即于下午3点再至现场作业。17岁少女在万华的保利龙回收厂打工长达8个月，如今意外身亡，但没想到雇主却从未帮她投保过劳健保，北市劳动局已介入调查。针对这个重大职灾，台北市劳检处调查发现讲，为加喙或者是办护照的机器内底要甲物件摕出来的时阵，机器爱先停止运转。这个姓刘的负责人违法，已经构成这案法刑事责任。另外，业者和还未满18岁这个查某囡仔，伫运转当中的机器做有危险性的工课，同款有刑事责任。他已经未满18岁，然后雇主就让他从事这个危险性的工作。因为健保劳保，他权责单位是劳保局健保署嘛，所以后续我们就是把他的资料就移给他们了。劳动局已经把这个案件移请劳保局甲健保署来裁罚。那代志发生的现场并无监视器，家属要是希望会当理清事故的真相。目前警方以违反治安法、过失致死等罪嫌，把这个姓刘的负责人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